喺人口老化嘅大趨勢之下，全球有唔少地方都面對住沉重嘅醫療壓力。為咗推動醫療科技方面嘅創新，香港科技園公司同香港大學合辦第2屆 Dreamcatchers 醫療科技黑客松，邀請美國史丹福大學醫療創新設計學科嘅教授同埋該校10位學生，引進醫療科技創新嘅自勝方程式。The main thing I want to get from this project is to meet a lot of other students and faculty and amazing people of Hong Kong. Yeah, so we're all contributing our own perspectives to the project, and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medicine to bring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together. 今年活動嘅主題係醫院以外嘅醫療保健。50名來自本港、美國史丹福大學同埋嚟自世界各地嘅參加者分成10隊，每隊由跨專業領域嘅組員組成，包括醫學、工程、商科、科學同埋計算機科學等等。透過醫院實地考察同埋參與醫療科技創新相關嘅訓練同埋工作坊，參加者分別針對9大醫科專科，發掘當中有待解決嘅醫療問題，設計出切合商業模式嘅創新方案原型。喺眾多參加者入面脫穎而出獲得冠軍嘅係致力解決眼科病人經常眼乾嘅問題。成員 Karen 就話要解決問題應該由清潔做起。有個按摩嘅作用啦，去震盪嗰啲積咗喺度嗰啲油脂褪出嚟，同埋有抹走嘅作用，同埋亦都有化學去清洗眼嘅作用。Karen 話：當眼部乾淨、處於正常運作嘅情況之下，就可以保持雙眼濕潤㗎啦。除咗眼科問題之外，有隊伍亦都為血液科問題創造出創新科技方案。長期輸血嘅病人，血液入面嘅鐵質會比正常人高，所以不時要打針，以化學物降低體內嘅鐵含量。Carlos 同佢嘅團隊研發出一條半自動嘅打針皮帶，特別適合需要長期凹合治療嘅病人。用家佢要做嘅嘢就係戴咗皮帶，清潔傷口，3圍密集，跟住撳一個掣，插針去到輸個化學物，去到完晒成個步驟，跟住攞翻啲針出嚟處理。另外，季軍隊伍就研發出一個同放射科相關嘅應用程式，有效加快醫生評估病人同埋診症嘅時間，同時減低出現人為錯誤嘅機會。Utilizing like deep learning and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we're gonna to scan like all the X-ray image and and highlight the area if there's like abnormalities. For example, there's a tumor, there's or perhaps there's like a cancer cell there. 香港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就話：今次活動嘅參加者表現出色，設計兼具醫療、研發同埋銷售多方面嘅考慮。佢一個堂同佢課堂嘅分別就係真係要做個產品出嚟，真係做個概念出嚟，甚至做埋個 business plan 出嚟。咁真係令到啲人係諗到係上堂之外嘅嘢，係將佢變成現實。為活動擔任評判嘅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主席陳令明就話：全球醫療科技發展趨勢，未來將會以應付人口老化同埋院外醫療為首要方向。醫療科技蘊藏重大商機。除咗喺醫院用咧，另外一啲咧我哋叫 healthcare 嘅。咁呢一方面咧都係個需求越嚟越大，因為呢一個咧就同嗰個老年化有一定嘅關係啦。另外我哋其實整體人嘅認知對嗰個健康啊 health conscious 都係高咗。佢又話：活動鼓勵嚟自唔同學科範疇嘅年青人合作同埋交流，加上業界人士提供相關經驗協助，技術兼具前瞻性同埋切合實際需要，令技術成功推出市場嘅機會大增。期望喺2至3年內可以收成，貢獻社會。公民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